你过来边啊，住来，下面买嘢。哦，这是这是日本嘅。那只耶，Yes，是有機嘅有咧。哎呀，那个海马来西亚 flag 的巴嘞，喂，咪咕無天球球，我一禮拜冇天冇咁樣嘅，得咯。Hey Abi, how are you? I'm okay 是個 OK 啦，張咩啊？張咩換人曬是病啦，所以睇下啲幾個嘅位。OK。你都冇你 high speed 啊？無啦，都是無啦，這邊嘅嘢南椒嘅 internet。anh có tiếng，唔是藍啊，是爛啊。我知，我講南椒所可以靠別人錯。John 老超嗰個係唔錯，啊！冇啱咯 ，feel 到冇關係。係啦，一看成個香港嘅 movie star 呢。冇，咪咕嚕係，你冇錢嘅少少啦，還得較難。錢少少啦，還得對對。日本驚。Yes，係咪數？照你踢你掉馬來西亞嘅。無啦，我到 Starbucks 咧，我坐內面咧，你幾時向你外口嘅，所看到邊？哦。倒邊嘅機無好啊，你知無？倒邊嘅機是伊轉啦有問題啊。落漢嘛呐，所以因為是外口嘅嘛，外口看嘛，無到邊我內邊看嘛，到後邊。日本家你去到咯，你對哪門阿媽對啊，到馬來西亞早就對啊。到 KL 啦。到 KL 個咯，咱新疆先自己去食飯啦，後拄到清之路。你新疆你對着我咩？我啊，冇。哦，咱去食咧咩？食海鮮咧，燒燒啊，俾我哋記啦。哦，對。哦呀，你錯對。對啊，我冇食到就 KL 咯。哦。聽實啊嚇，十個咩？十個咩？哎呀，安怎實我嘅估，我未記安怎做啊？你講我哋食過咩？十個咩啦？咱落 topic 是。唔是中秋節咩？唉，你廿樣咧話，唔是食過咩啦？食過邊嘅啦？好啦，俾佢十個啊，俾佢十個，唔是俾佢十個咩？八月10個，食紅薯餅。一仔咯，俾佢10個先一仔咯。有。我話咩？切熱啊，唔是10個切。咱 recording itu ho baru ka kuya am jai. Oh jai ka lai. Đó là cái紅薯餅呢？當手邊啊，你買嘅好如何？我這裡是在工作哇。啊，Sunday 禮拜是10個，俾佢10個，然後禮拜一咱收出咗是站嘅。馬仔咗。哦。馬仔是切熱啦。馬仔。特別話咱收辦嘅時候，站會是10個。OK，得一下。咁樣。阿 B 聽起來我考慮繼續講。哦。無蝦米好啦。咪姑啊。小飛仙。這個是誰？那麼，volume 得了啊。這首給你安尼叻叻地，但冇叻。
你笑死笑。哦，大声了。安怎你細聲話 music 攏聽到？我聽聽到，你要大聲。哦。大聲了，大聲了。Why so soft on my recorder？大聲。嗨各位聽眾，歡迎人來邊領學見嘅節目，佢再來參加我人我講潮你冇幫助節目，即係呢禮拜我真係歡喜，我係特別對嚟啊，老鳥真久冇對嚟，你話換錄音嘅時間咧是伊個物件㗎啦，老鳥請子歡迎，呢個 OK。有個青子嘅孫啊，英國中歡迎。Hello，大家好。有英國中馬木地。伊走去別個房間咧去看過年嘅戲。福建嘅戲咪看過年嘅戲。我一開始講即係Korean 是韓國啊，韓國嘅戲。韓國。你一個頭先聽到阿韓嘅聲咯，你唔知啊？係，冇啦，啉藥水就有啦。你條咁樣？是啦。上行啊？哦。師叔呢？哦。有個我人真久冇來，日本嘅歡迎，日本嘅到啲 Starbucks 去。Hello， 大家好。得你布布誒。我係 iPhone 嘅頭隻 camera 嚟啊，你都嚟嘅對咯，拍個腦殼卡啦，佢哋 screen 嚟嘅了，佢啊都對 camera 位咯。哎呦，好定啲，你有微信嘅電話哦，當佢講得出嘅嘛？設備條啊，看看係咪啊 ？OK，是啦。這是你想要買嘅 iPhone 6啊？I 出啊嘛，我真係你識仔過啊，嗰時候。哦。OK， 你啊 OK，這禮拜我咪講8月10個，我叫actually 我叫10個名啦，我講10個名咯，我講10個名咯，至少都算知啊10個名。是咯，我想。10個名，你唔知我是講10個名啦，佢就是想到一個即係正個誒10個名。特別10個名。我是有10個名嚇，等陣我會解釋啫，做咩想諗？我都講嚟 comment 講我冇踢球老球嘅 comment 啫。冇人當見看到 YouTube 嘅人咧嗬，就是哎呦，係咪數？即係一份 kitchen 阿姨。仲講緊留戲啊，看幾回青子看幾回當見。你安全問題啊？看了成個42歲啊你哦。對咯，咁樣對我會就對咯。冇啦，我看 hipster 去㗎啦，冇啦去啦。冇啦，以前看一個型啦，跟老型啊，老型。個老型。你穿對 T-shirt 啊，個冇 sleeve 啊。按照你穿位啊？你話穿起嘅數咩？呀，你卡過，免講。
你睇下 live recording 我唔敢去圖，這個歌好咯。但你 finish offline 咧，我去圖歌好咯。OK，問講你這個當機嘛？這個hier隻榴蓮啊，切入隻榴蓮。誒，嗱，我準備來啊，我準備。OK，了，我要講看英國中咧，英國中。係咪？你會生秋嘅平時？有當我半段生秋，我天朝是一生淡薄啦，人會看到啦，成家較惡啲病淡薄。我成淡薄啦，我一禮拜啊無天本上啦嚇。我這禮拜個安尼第個啊，這禮拜我一等了咯。一禮拜啊，我個老夫嘅。我冇咩聲。我準備來啊。John，你係咪嚇？人係超有生白超嘅喎。有啊，有白，佢有金嘅啊。有本啊，嚇！我本係到我有幾條。我白攏特別攏冇咩看到，unless 有是啦 high speed。是啦，你老隻借咯。特別啊，日本家都有燒嘛，是哦。OK，亞洲特別冇人借。哦，你有我是這邊安嘅，我這邊賣喎，我這邊賣喎。你又冇 mascara 啦，冇 mascara。係啊，一陣老，嗱到時我老娘等嗰陣話你古早係 Chinese man 啊。滿洲誒，對啦，就是啦，當人若是要生秋，當人若是要生秋啊，這邊嘅事啊，伊人無真正濟毛，伊人這邊跌落一個爾，成個老的呢款呢。哦。為人辦單應該是才等上個我這邊本無嘅，我正啊，有淡薄人有嘅嘛。我淡薄，我是邊未，這邊冇，但係我填正㗎啦。我填。好彩冇啊！你那是要俾你邊啊位那些咧，你頭殼都俾壓大啦爆了。啊！你看到 H&M 嘅新嘅廣告，特啲 New York City 嘅時咧，問嗰啲穿嘅咧，嗰了個趣味。OK 啦，我係超嘅 issue 啊，咧就係講講那個正話題啊，唔講正話題，就是講按照我手嚟發那些聲咯，有啦手哦。哦，你冇有夠大聲。你知道我到底我 recorder is just say 聲嚟看，哦，這邊咧，哦，這邊。係咪數？你看到大家好。看到我超啊。哦，一禮拜個聲你看呢？啊，哦，這邊就只夠聲，我看呢邊。啊，真夠聲，我一支鳥好你看啊，就會個靠呢。哦，得啦，我看。見字掉啦，反正。我看到我個見嘅。哦，呢個字喎。看掉。阿妹來個。冇個，阿公冇咩？啊，會看到，啊呀咯，梗係 sexy 佢咯，是sexy 啊，是 sexy 嘅字啊嘛，得了，看得一支呢？我本上，我自己老娘就會出來了，你會看到成個一個影啲我係超病了。我若是一禮拜啊無天啊，我哎呦成張骨了咯。或者咱特別講一新嘅話題是叫做超超啊嚇。應該講，你無天嘅超超啊，你平常會會，因為安尼啦，你老會patient就講，如果第禮拜嘅就講你是 emperor hero 都可能變咧，如果。好啦。有淡薄像 emperor hero 多。我把就寫你個第一把叫上 emperor hero，你阿毛寶你個原來啲咩？好啦，佢哋點寫我係把件是意識成個 John Lennon 咧。哦，伊咪是上個咧 The Last Emperor 嘅。嚇，對，上個 Last Emperor 溥儀啦。
唔是普京啊，普伊。故意。OK，嗱，講真啦，我正都正，你講就俾佢10個鐘隻佢邊下炸灰是俾佢10個喎，啊，咱幫你錄音一下，就只隻佢邊啊，我就邊隻。無通食啦，食咪鬼邊啊，都無人送我啦。靠南淡。哎呦，無人送你家己去買咯。這邊空口買着。你講。你徛到。我嘛有，我徛到電嘛。你徛到電嘛，徛到卡酸啊。徛到卡船啊咯，徛到阿公冇拍甲老唔知幾刀去啊。你咪叫阿崩起來食咯。無啊，一刀搞啊，夾迄個腸肝麵去啊。我做咩？你講了看頭你啊無寫嘅咧，看了佢咧頭毛啊，你試定嘅咧，我看了真嘅煙刀咯。哎呦，驚死人看 camera。哦，真嘅煙刀啊，真 sexy 哦。別看 camera 啦。我 sexy 啊！我驚啦，等下人食死。安怎？無聲氣。其實你冚去啊，無人講啊嘛。哎呦，安尼款講我慘。太慘啦！無粿餅食，電麥吹袂到粿餅。可憐。有可能到單位啦，我個無去選過，到哥本哈根嘅我唔知。我咪講到底邊咧啊，馬來西亞啦，講安怎有感覺到即個氣氛，即個啊，俾佢10個feeling 嘅 feel，你知道？無咩 feeling 咯，特別我把你到雲頂嘛，特晚我看到有幾個查某以前啊成日唱歌，反大邊叫人家伊咪俾小一個咯。哦，嫦娥呀！啊，唱歌 style 啊！是唔是微微娃娃嚟？冇啊，散嘅喎，嗰啲散水嘅喎。你講微微娃娃無水啦，無生。啊，無啦，我無意思。微微娃娃是嫦娥嚟講啊，嚇！伊啊，你條機都無聽。伊會起哦，會起個鬼鳥，啊無伊就是鬼鳥嚟啦。嫦娥誒啦，伊乜嚟是？伊個伊個衫唔是變長嘅啊！伊去看你鬼鳥，伊家己飛袂起，就到摳你鬼鳥落來。哎呦！摳啊，架啦落去到啲巴肚嗰度，摳嚟架。我微娃娃無聽我講伊家了，反住佢啊！啊，微娃娃，真係講到微娃娃，這禮拜有唱歌，是這禮拜，你這禮拜啊？乜知啊？是其實我唔知啊，伊實是有唱歌，攏去邊段，我唔敢講 promote，我冇實到，伊時都叻呀，我冇佢哋 promote 到。我睇佢唱歌，時都到啲邊嚟，好啦，我睇到 live 嘅，等見邊嚟吹過。我問啊，阿咪我問啊，咱大隻啲馬來亞，今年8月啊。啊！即係你咪冇用稱較冇咧餅啫，你用咁，你豆咧？我冇用，我冇豆係我等，我睇下當今嘛，啲時啊，一隻粿餅啊，冇咧流轉啊。哦，做咩事咧？唔知喎，行政無好，行政無好事啊！我話㗎，冇 feeling 咗隻嘢啊。แล้ว只是嘅成日去 supermarket 係咪冇 feeling 你是唔是感覺到冇人decorate 即係成日冇 decorate แล้ว都冇咧借粿餅啲 on display 有可能行政當派就冇人買，但係行政當派即係粿餅嘅物件是用美金買咩？你 agree กับว่าอ่ะ你 agree กับว่าลอง講下ฮัลโหล
喊到感覺掉，你可能冇咪 feel。我淡薄啦。聽。聽到未？碧桂就個唔是真大嘛？碧桂就你落來冇講真正老咗，頂到係看老咗點？是咯。比如頂到係當時啊，Chinatown 伊人吊嘅燈籠啊，咪得我，你小都冇看到啊。哦，我是有當時是有成日去 supermarket 啊，等佢有。這裡啊，冇呀，China Palace。你個邊啊？你啲講 Australia ？OK。tapi orang company yang 有啥鬼饼啦，yang來 promote 鬼餅了，yang就是lunch time就去買。哦，係咪安怎講下安怎？哦，我講我做工俾個canteen那邊擺鬼餅。哦，set sample 係人隻人去買下。爸yang ai食鬼餅去買，人有淡薄些食一冇，話你本下拉咧，有時候還啦，本走去買嚟食。哦。現在都有菜油了嘛？Hello，and also 香港行政部呢好啊，我邊直貴啊。呀，當然貴了啊，加一個一粒咁樣就這裡。一粒嘛，10幾塊嘛有。20幾塊啊？你若是有減壓類嘅錢啊，一粒嘅錢就28塊，若是兩粒就30幾塊。你若是有蝦咧，叫啥物啊？蝦nuts and all that 啊，哇，貴到要死，想食錢咧。但我買食咯。迄個叫做咩啊？迄個內面有nut，個咧叫做咩啊？金。咱福建話叫鹽推啊。something。而家係 nuts 咁樣就叫做唔食。咁可以。鹽推啦，要ham and all that 啊。福建話叫。我剪。我劍講唔掂，我劍是你 hardware store 叫我劍。哎呀。我剪。Yuck。啊！呢個冇跟日我剪啊！我剪太只嘅絲，太甜啊！薄。我諗福建叫鹽推啊。嚇？鹽推啊？鹽推嘅 ham 啊？哦 ，ham 叫 n 啊？鹽推。鹽推我唔捌聽過，我嗰陣是叫我剪。因為我剪唔是 goose egg 咩？來，個女嘅。哦，我是個啦，個行款嘅剪啊，伊 nuts 冇上款嘅 nuts。我睇啊，我聽錯字啊，我係。唔要緊啊，我冇怪你，你啉迄個588多啊，是。哦，是啦，我係啦。แล้วลอง做咩咩事啦？冇事講我剪嘅，我就是講我剪事。講，你是唔係講？拍只嘅絲嘢hand，跟那些人拗出來比你款。哎呀！去講，日本講講啊？哇啦，我就比啦。哎呦，我就比人家嘞。我那是講，我大這邊。那好，隨便掉膠地破痛嘅，佢邊隨便掉，跟佢隨掉講，只我咁咪買字啊！你冇，這不是，他們你是不是該比？安怎會比嘅潮呢？唔知啊，要淡薄刺激，該長皮講嘅比呢？刺激，插皮講嘅比啊？我夾到一刀呢，我夾到一刀呢。你是食到派咧？啊，都要比數。唔知啦，屌我拿拗幾拿字，我想要死人啊！喲，我是個隻咯，我是個隻裡面有白油嘅咋。哦，隔了嘛是有白油個隻。啊，規地都就隻白油，當刮條裡面。
我是个只咯，應該都是個只安全咯。我是個麻嘅，我哈咪有麻那邊我是個嘅。哦。我本是個伊個同主邊有係，按照講lotus seed 按照講福建話。蓮蓉。lotus seed。蓮蓉。福建話。係呐，蓮蓉啦，蓮蓉啊。福建話叫蓮蓉是普通話嗎？蓮枝啦，蓮枝啦。蓮枝是嚇，我是講伊蓮枝嘅，蓮枝嘅。蓮蓉是伊個 paste 啦，蓮枝是伊個一粒嘅絲。一粒，我是講伊個 base 伊個膏，แล้ว係入邊一粒嘅伊個蓮枝。是叫蓮蓉。係你好食咯。你本好食，特別我冇咩關係食同住邊，我一粒我未曉伊個價錢啊！啲馬來人是買一粒呢，伊個價錢是偌濟？Usually 你冇買一粒嘅啦，你買四粒嘅啦。兩粒、四粒、三粒。你睇經驗 combo 嘅時。Look, up to you can different types different price 嘛。我就講了，那是烏豆沙。差不多啦，普通嘅做，係咪價錢啦？普通嘅。那是烏豆沙，但係烏豆沙而家有嗰粒誒瓜子裏邊啦，24塊，大東嘅24塊。阿咪，24塊一粒，我幫你講啊，行乜20塊夠耐哦，冇啱耐啊。冇耐，我先來個人報嘅事啊，3粒包你講2塊呢。安怎呢貴嘅？先乜獎金咩款？我是咯 ，that's why 啊。這裡貴啊！啲豆沙 imported from England 嘅，所以呢貴。哦，是咯，真正艱苦做是無？對，艱苦。冇，我甲你講，這個restaurant 啊，2項啊，先正伊賣魚生，8個伊賣滿景啊，今日賣這2項爾，發達了，伊人嘅 earning for the year 夠掂了，了伊人若是人去食咩啊，是吃了。我甲你講有影誒。物件他那行情真好，真無好啊，真歹啊！物件起價甲，嗰有 GST 啦，蝦米？哎呦！哦，行貴標有 GST 啦，唔應該是，嗰個貴咯。行個都冇 GST，幫配冇 GST。幫配 GST 幾多？一晚幫就一百啦，然後 GST 嗰條幾多？OK，講到啲我俾再亂講我剪咗啲乜嘛？我剪條就想在南邊有係咪剪？係咪？OK，伊係蓮子，伊係瓜子，伊係杏仁子喎。杏仁有杏仁，蓮子。你邊度買嘅杏仁呢邊？哦，我唔suka杏仁，特別杏仁伊個杏仁無是成個亂美國甲英國嘅杏仁啊，伊這杏仁是長人嘅杏仁啊，較細粒嘅啊。較香，伊是 Amaretto。了個係瓜子，個係麻。見我。Hi Siko。Hi Peter。我今日做工嘅 I have to ciao now. Sorry 啊。呢個on call 啫。我 on call 啦，俾衰。可憐。你二個啊？嗰時我二個。二個人鬥啊？啲人鬥啊，冇啦，吸屎嗰幫屎。哎呀，有個 share 下咩啦？我有你最你啦，安怎？Jealous 嘅屎啊 ！Excuse me， 我係晒樹丫學定一次打㗎。Everything Best Buy。呀，我先講哦。我人嘅先嘅想了。我細漢時叫我甲抓誒。點算咧？唔該，我叫我甲抓呢。哦，做咩啊？你唱佢到呢啲麥嘅大聲，呼喊呼喊。冚麥。
了等陣 OK，我前講了講豆沙嘛，最咱是嗰隻豆沙，我哋冇是嗰隻豆沙喎。我豆沙咗。咁你少冇食豆沙啊？豆沙好食咩？嗰隻破湯咧，嗰隻雞，他們來啊！哦，棒光。Hello。加料嘛是。棒光咧，嗰隻揸車啊？阿貝坤，阿貝坤。哦。咪我想你紅心。有豆沙個白豆沙啊？有白豆沙本啊？有白豆沙加蓮蓉是食每嘢食嘅。哦，我唔係食佢白豆沙，白豆沙是係咩豆做嘅？白豆咯。綠豆啊！綠豆啊，青色嘅綠豆啊。哦。你咪是上個迄個豆沙餅入面咯？係咯。哦，我冇食過喎，我是捌聽人講佢哋學豆沙是樣，即係按照我食嘅係白啊，按照我食，呢個學豆沙啊嘛，那紅豆都係按呢？呢啲啲果嘢數啩？但係啲果嘢了，伊糖啊，少少個烏去啊。果係皮강晒哦，那我。學豆沙 ，OK， 聽下啦。學豆沙咧係伊個胃，嗰啲胃個龜啲龜鳥不啦，嗰啲鴨內嘅。隻鴨內。錢咧？內錢啊！我一成個天咧暗嘅咧，俾佢10個時天暗咧，伊一粒嗰啲金到咧啲龜鳥嘛，喺啲學豆沙。我講個時間咧是龜咩？你 imagination。對啊，是很 very romantic。我應該是去買豆沙餅，唔是應該去買龜餅咯。我真有個人咧，有人講食，我食親戚就是個食龜即係內錢嘅，當我食龜餅乾係內錢嘅。我真係食龜餅內錢裏邊嘅啊。是嘅，冇錯啊，當佢。哇！嗰細漢點樣？我一錢嚟食了，我豆沙白豆沙冇食㗎，買啲。哦，頂到都有白豆沙了呀！哎呦，那是有豆沙有白豆沙啦。白豆沙較 common 過蓮蓉啊。點咩？我特別食是蓮蓉。蓮蓉啊貴嘛。哦，我唔係食佢白豆沙喎。你是講白豆沙喺入面，你咪是骨還是上加喺你豆沙邊入面？你看傻傻咁噃。伊上個學豆沙，但係伊是白色嘅。哦，但係伊只味上個學豆沙是講是白嘅。對。乜是會金嘅啦？上個咧蓮蓉。哦，我冇食過，我最近冇食過嘅棒乾冇食過咩？好像是冇食過。白豆沙冇食過，我上你有可能冇食過，我上個是蓮蓉嘅。Yeah，maybe。阿涵冇食過阿涵。阿涵冇食過白豆沙。hắn tao thì 唔知啊。hắn條gì？ tao thì 唔知。แล้ว唔白我。Hello。唔白啦。唔白，冇暑假。แล้ว冇暑假啊？你暑假食咩 ？Hello。你暑假食咩？我暑假食白。Hello。講。聽到。我暑假食蓮蓉嘅。我暑假食蓮蓉。蓮蓉是係咪？蓮蓉是 Lotus Space。蓮蓉 Lotus Space。我人講嘅啊，我人講有一個另外話。蓮子是 actual Lotus。It's the seed。蓮子 is the Lotus seed。蓮蓉是 Lotus Space。蓮蓉是功夫話咧，蓮蓉叫做蓮蓉蝦，成個人講福建話叫含蝦咧，含蝦。叫蓮蓉啊。叫咩蓮蓉啊？蓮蓉啊，蓮子有啦，你計較。蓮蓉蝦，啱啱嚟啊！你估啊？你唔知白豆沙是安怎？你知中秋人嘅月餅啊？太亂啦咯，就叫你做咩？哦，你爸爸呀，啊真係多聲。冇啦，
看到青子到小紅橋，根本行去小紅橋。哎呀，誒有咩？開落 camera 啦，好先。8,300。啱啱。我做邊開落 camera，會使冇？你咩做？我看這邊嘅 building 啊。我咪看，無我要甲咪姑講，如若是毋知蝦米是白豆沙，潮州人嘅月餅啊，較濟是白豆沙嘅 feeling 嘅。哦，潮州人我毋知捌食過潮州人嘅月餅喎。上海有捌食過啊？我捌食到上海。伊其實行去，伊白白。上海嘅是上個豆沙餅啦，肯定嘢配。啊，白白。正很豆沙餅咧。你看上海咧豆沙餅啊，伊若是甜嘅啊，毋是鹹甜嘅。伊若是甜嘅，伊 feeling 是白豆沙嘛。哦。啊，唔得，鵝湯嚟啊，鵝湯係你鵝湯。鵝湯跟食嘅餅，一種嘅鬼餅。我跟食鵝豆沙了有錢呢。哦，那鵝豆沙，我感覺鵝豆沙是普通，但係你聽到我講鵝豆沙告訴我。冇聽到，我發覺。鵝豆沙個有錢，咪是成個你食8月15號咯，伊你咧是貴鳥伊一粒咧。安尼，我是較食種。佢哋傳統嘅啊，瓜子哦，哦，traditional 嘅啊，嚇 traditional 嘅，係奇奇怪怪我冇食噶。哦，冇食噶，即係成個咩榴蓮啊 ，cookie go 嘅 flavor 呢，冇食噶啦。然後我白東西是個食鵝筋呢。哎呦，按照老人家是個食鵝筋，我不就是個食鵝筋喎。真係個食鵝筋呢，鵝筋我冇咩曉。冇咩嘢食，我驚食鵝筋，特別食胖啦，人講。啊，做咩你冇食？你成個成個咬入邊咧，講嘅鵝筋。喂，有嗰啲咩甘皮嘅味啊，我冇食㗎。哦，你人講是，但係我就人講 kaffir leaf 是lime leaf。啊，是泰國柑啊，泰國柑嘅曉啊。唔是，泰國柑是柑骨嚟。Kaffir lime 是唔知啦，水柑啊。水柑未曉啊 ？Kaffir lime 唔是狸貓 kasturi。狸貓 kasturi。Kaffir lime 是泰國柑，響數據泰國柑，because 伊皮錯了，一落มัน係像泰國人，所以叫泰國柑。泰國柑曉啦，唔知係成個人古來比，但係我係一個聽講嘅，就啲介面同我講。แล้วแล้วอีกทำยังไงอีบีอีกจะยูนิอีกจะมีกี่อ่ะ你就只貴我會記，因為伊個 ingredient 貴嘅數。對，一個係巴油泡參嘅啊。巴油泡個好料啊，冇巴油泡嘅冇好料。有一個巴油泡入面你食呀，未講我見食。呢個係你阿咪當瓜條啊，當瓜都嚟邊。我係嗰隻當瓜條。哎呦，你太知龜頭啊，太知。冇啦，你搞錯啦，你冇係正字，冇係正甜，你當瓜條甜啊，好，你把下面嘅面係咧甜啊，所以你插落去食，是你薄薄食咧，一地下你特脆，每食掉淡薄當瓜條嘅，搞錯咧，冇講只甜，你知哦。你去扮機，你俾你扮機嚇，一當瓜條是地扮機啊，買時間啦，當瓜條嘅好攞兩錢，你就甜。唔是啊，你去食你啲，你扮機，你睇這是只啲，你知當瓜條嘅了嘛？前幾年啊，這個你叫咩？鵝咩啊？鵝剪。即係鵝剪嚟啊！鵝剪是係咪嚟 ？Sorry， 鵝是 five 啦 ，five seeds 啦，剪是 nuts or seeds 啦。即係鵝剪嚟啊！
前幾年 DMC 賣一粒34塊。哇34哇！講大陸EMC 係咩？是什麼 ？Thanks Mini Market 咯 ，Thanks Mini Market 咯。伊唔是伊換名了，伊是叫 DMC， 34塊一粒啊！哎呦，買起嘛，我嘛買了啊，食太甜了，對來放甜酒。哦，我係一個聽講嘅，我聽叫我講伊五錢是啥物錢？土豆錢麻芝麻錢啊，芝麻錢就是麻咯。然後有一個核桃是叫做walnuts。啥物錢啊？福建話叫咩啊？合桃。แล้วก็興錢กับกวาดที่ก่อhàng。OK。要派錢。那是個行啦，個裝嘅。裝嘅錢啦，對。興錢加興錢啦。合桃。walnut 是叫啥物？嗰隻打 walnut 是上個洋蔥嘅腦嘅，你看。對。合桃。แล้วก็ตะวัน講係咪個合桃興錢กวาด合桃興錢麻錢麻加土豆錢。土豆錢是土豆。土豆。peanuts 了，嗰係瓜子冇？有。啦，所以呢是蓋啦。你啦對。它就是一5 main 嘅個張第一你合桃。Sorry， 我特別想咯，我冇未記合桃咯就。桃是。แล้วก็有當瓜條，แล้วก็有馬油泡。有馬油泡我唔知咋，我知馬油有。馬油泡，馬油啦，伊是馬油啦，馬油伊無去轉伊啦。無轉變得叫泡啦，係你叫馬油啦，馬油泡家庭嘅，冇馬油，個馬油。家公來啊，家公，而家係家公要做咩 ？Hello， 家公。Hello， 等陣我幫我麥者。你就要行你sweet corn 嘅加工嘅粿餅。加工我橋路會搞了未？未。哎呦 ，Not yet。一禮拜了呀。有時安尼款嘅咯 ，maybe Monday 咯。好了。搞了就你同你講嘅。因若是 by end of the week 無搞啊，你教我講我個行 another lot 好咯。感謝。你買咩可以？冇啦，我人參詳嘅，伊賣一項去這邊嘅，我買互伊嘅。錢啊？唔知啦。你係咪物件我本來？錢34塊。你我做咩？你係咪物件我本來唔猜就食嘅？冇習慣。我買條路，我做邊人條路，你講成人拗嘅味。哎呀，買你買個貴個牌子啊！我問你咁慢食5錢嘅粿鳥，粿餅咧，你叫咩啊？是善堂。善堂。係咪？你叫咩？等陣你講你叫咩啊？人講叫咩嘅？你講咩？你講鹹啊？咁樣食鹹還是咁樣食5錢？我咁樣吞貴我鹹咪。5錢你派食咩？派食個屎啊！個貴個派食有錢嘅。喲，你想買鹹啊？5錢咪得派食，嗰啲是錢嚟嘛？鹹去嘅了，嗰啲。係啦，一鹹去嘅了，那老嘅了。要鹹好了。我咁問隻5錢啊！我時就冇 baby 咯。baby 鹹嘅呢？唔係咯，以前你人拗嘅味素呢款？
Actually， 我剪伊路别只agak是伊个。你比我啦啥？hình剪的比来。我是感覺着，hình剪超白實啊嘛。冇啦，hình剪我度只hình剪。hình剪湯啦，兩個咪。路那是用啊 ，because 路用佢哋燈籠嘅hình剪咗，冇得着超白實啦。路用按摩hình剪咯。按摩hình剪只湯嘅。冇聽到啊，冇聽到我做邊彈嘅伊個我剪嘅啊，伊個剪個咧有嘅啊。白色也是臭鋪了，燒上鋪了，臭鋪了，就所以安尼臭味。冇理由嘅啊！誒，我未รู้哦，to be，你講你家隻hình剪，你家隻係你hình剪泡嘅hình剪啊？泡嘅hình剪本 OK，特別冇咩熟㗎。哎呦，你食個有貴個係好食呢個。好啦，係咪嘅？你冇驚係一種嘅味啦。OK 啦，比這個做較好。成個做對。我想啊，我哪想，無想啊，加做個咖喱哦。我知啦，比伊比所，敢若是加做比所哼。我無想加做比所。我只hình剪，我只hình剪。我呢就是 shut up。睇啲呢個舊嘢啊！你俾我叻啲幾冷啊，平時。做咩事你？一隻牌，你就有件事啊！我 supposed to be in Manchester 可以做到冇攤去。哦，咩事咧？嚇？不過大佬叫到你冇攤嚟，邊咧學見落點啊？冇啊 ，because 我 today supposed to be Manchester for a seminar。一做到我冇攤去咯，就咩？一步啊貴咩？哦，後面是步路啊，差步路。伊去 attack 我係記啦，我驚講幫伊人。哦，會人幫伊人多出個機。嚇，我唔敢，係啊，所以人哋去唔得啊，冇法啦。哦，你咪其實聽講個故咯，人哋你冇人嘛？我冇人，我就係煮嘛，咁問呀，我冇 prepare 同埋我 after 一走了5點半一出去了。我到最近困到11點你知哦。哎呦，困車起來我冇搬路啊！嚇，唔要緊嘅，搬我本車，一起來困車起來，咁樣乒乒乓乓做嘅咧，物件嘅了。然後講 OK 咁樣，佢叉一半係倒嚟隻後生，然後佢嚟甲人講話，冇我攰住呢隻，我叉 runner beans。runner beans 特別食，你有那班伊會長直直走嘅，你有那班有那走直直班。冇啦。啊是，我 favorite 係豆奶 ，because 食甜，然後佢食好食。哦 ，OK， 講到粿餅嚇。OK。你suka食安怎款嘅粿餅咧？就講。我 suka 食蓮蓉，然後I 兩隻都對啊。哦，蓮蓉。lotus seed 啦 ，lotus seed。OK，咱暫時咪講粿餅嘅，特別咱是講粿餅嘛。咱8月10個當金，個攤做後面物件做老做，除了去 supermarket 位啊，行去咧 Queensbay 嗰度位，Queenswood 攤去看，攤去樣啥後卡有賣，只 vendor 賣伊個咧粿餅啊。羅地虎賣羅地虎。羅地虎。定冷，羅地虎是你有人講阿餅啊？人講阿餅。杜驚要杜驚。杜驚冷嘅位嚇，杜驚冷。係到冷嘅位。我成日就食㗎。杜驚是唔是上？做咩說你上迄個古典嘅人去浸豬籠啊？你看你有蝦米故事？我唔知有咩故事，係係到你杜冷嘅嘢。哦，你是講人做杜冷嚇？伊人講啊，做啥杜驚了，係細地了，伊 marketing 伊浪去咧，人嘅為啥做杜驚？係杜驚就是人咯。我唔知告訴人得特別。我知講伊杜冷條是，伊一定到人制杜是用係杜冷㗎嘛？是。他當天嘛是安樣款？แล้ว伊咪是做細隻杜驚，咪是成個睇啲杜冷嘅啦，喏，特別浸豬籠佢哋人咧，佢哋是會咁好多時用嗰啲杜冷嚟做嘅。
哦，唔是，嗰啲有人條浸豬籠了，伊就安尼款做邊互伊食啊。đúng là because 人講鴨邊是豬嚟，就唔是人嚟。哦，OK。我講嘅先咧，就係只芭比多，就啲豬人嘅位。當今嘅新興嘅人講鴨邊呢，伊人出來馬站嘅興啊，伊人嘅獨驚呀，伊獨驚無。幾隻豬咧，成幾隻呢？แล้ว伊人做豬，有時做豬嘅頭呢。做白呢？冇豬嘅頭呢，豬嘅頭呢，แล้วก็做伊個面啊夾端嘅呢，แล้ว有時係開頭卡啦，嘛針啦，當今人真係 creative 了。แล้ว會愛做硬講啊，邊係你唔是豬，特別麒麟，你知麒麟冇？麒麟啊？哦，麒麟是 dragon 嘛？麒麟是 dragon 嘛？麒麟嘅 shape，แล้ว有上個親戚講虎嘅金虎，金虎，鯉虎基本有，金虎本有。啊，鯉虎對，鯉虎本有。鯉虎本有金虎。我看你伊會啥哈？啊，古早，成個咧 iPhone 6S 嘅咧。小馬虎嘢咧 ，screen 嚟嘅，你可能咯，我就係，iPhone 6S screen 啊，我你可能咯，背，都唔知啊，啲人面近咧應該掟冇咩，冇覺得啊？咩嚟咗 ？iPhone 6S，iPhone 6S 依 screen 咪是依虎啊，你可能嘛？唔使笑 Apple 就借到嘢頭先拍廣告。有一個虎啊，人講啊。我笑啊！我就知呢個扎基把我開嘅直情看，我就貼啊！啊，冇 ，actually 我未開過，我 reserve 定我未記呢個。一般我 episode 時我攤用到我私人電話。John 嗰邊 iPhone 6S 出呀？我未出過。呢邊我未出過。Reorder baru announce 呢，ini baru 講 keynote 呢。呀，這擺伊談着 Microsoft 嘅人去做誒。對，伊人談下去白鴿甲 Microsoft 了，我聽。Steve Jobs 是啲伊嘅 grave 內面過來過去咯，可能啦，伊啲臉啊。個做迄個 stylus 出來喎 ，Steve Jobs 第一攞誒。特別未講嘅 Steve Jobs，because 伊安尼整嘅時候。伊全部伊要 sell 伊 iPad 嘅時候 ，of course 伊就會 sell 部 stylus 啊。because 伊係你 form factor 安尼大，安尼細嚟噶嘛，然後即係大嚟，我想嘅。所以若是講有可能啦，有可能，我只想乜若是講 Steve Jobs 嚟嚇，伊 direction 有可能無像，特別我 feel 到個 Tim Cook 嘅 leadership 嚇，較 connected。較 modern。connected to consumer 佢。I agree with you. They know what the consumer wants. Yeah. Steve Jobs 成個 dictator 啊，你看假死人。係啦，特別冇 because 伊嘅 vision 嘛，伊嘅 vision 就 strong。阿漢都未使講嘅啊，如就是 because of Steve Jobs 啊 ，Apple 嘅 products 啊 is where they are today。嘛是冇 Steve Jobs 啊。伊未安尼 successful。是啊。邊咧愛月餅愛滿極。แล้ว蘋果係月餅。記得咯，蘋果月餅。即OK，即係咩？Orchard，你係咪冇睇咩月餅咩？等人店。你但是冇講就係食月餅啦，冇就走去買咯。唔知咧，冇吹到等人店過。你到邊到了久啊？冇夠一年過啦。哦。這裡是在加拿大是買這個度假，加拿半4年，樓頂有阿弟看看嘅。白刀人家做叉燒嘅，叉燒燒白嘅餅咯，一碟很就燒白啦。有冇食過只裏面鵝糖嘅？是鵝糖。咩話？嗰度鵝糖嘅。你裏面有包物件？有糖嘅裏面有鵝糖，是唔是？伊個邊咩？公鴨邊裏面有係特波鵝糖在裏面嘅。冇啦，伊係豆沙啦，唔是鵝糖啊，豆沙。I thought 有鵝糖嘅本。鵝頭，我唔捌食到鵝糖，豆沙有啊。
無啦，冇學藤啦，得落學藤。誒，我豆沙了，我真是學藤。你嗰邊啊 ，pass the sell by 嘢，學豆沙都定。有學豆沙有椰，有。แล้ว有冇呢 comment 啊？學豆沙有白嘅豆沙豆蓉，伊啷是我見啷節啊？一嘢係你白嘅豆沙，แล้วก็ลูกแล้ว係 durian essence 落去，แล้วก็ลูก當時 durian 嘅 mooncake，แล้ว就ลูกover the top 嘅 price 學ลูก學啷條撈。咪咕嚕聽到有講白豆沙。That is 白豆沙。白用啊！你講咩白用啊？你講咩白？豆蓉。白豆沙是用咩啊？是唔是用綠豆啊？綠豆咯，綠豆嚟。綠豆呀。OK。然後伊撈人啦，撈人食濟物件，講即個 special 啦，係咪 special 啦？即係起天啊。chocolate 咯，咪就 chocolate 咯。chocolate 本是用白豆沙嚟 base 嘅，嗰隻係你怪怪出嚟嘅咧，是白豆沙嚟 base，係 chocolate base。哦。你人把食月餅啊，伊個皮啊，唔是 brown 嚟食嘅，伊做成啊，就係了伊內邊，伊內邊呢係pandan custard 內邊嘅 feeling 嘅。哦，香菜塩嘅嗬。嚇。冇，試過講是上個之類款嘅是冇？唔是，你講嘅冰皮啊，菜鹽嘅。這個是加工做我舊年我 freeze 起來了，當這是我嘅。Hello，係咪做安尼一個大間啦？我今年未做好咯，就 freeze 舊年嘅今年，好辛苦啦。我食一半了，我食一半了，我 freeze 一半咯。當這是隻巴掌嘅啦，當這。係咪當這隻魚啊，John？當這是隻魚。巴掌。個句這個是隻巴掌。哎呦，阿 John， 阿 John 都見隻頭殼有淡薄。頭殼啊，站一搏命車嘅，我都 iPhone 全部夠困。當這是隻龜魚，個龜隻巴掌，八月10日我八月啦，八月。你叫龜餅。我到這邊安尼幾年啊，baru再講啊，我這邊yang有 celebrate 八月半。哦呀。哈，我有 send 予英國中嘛，伊個係咧 invitation 有，英國中都。好啦，就是啦，我都冇興趣呢款物件呢，我參加路人呢，我梗係知係咪當節啦、八月啦、9月啦，係咪幾啊？我嗰啲 Malaysia 都冇有安尼物件，是即俾我看到了，我琴日 send 予路人係咧 link 去 invite 路人嘛。我啷會記細漢嘅，我英國中細漢就走啊嘛，我會記我第一暑假誒，我就啲東角下邊嘅區嘅大啊，崩光你記哦，你冇去過嚇崩光？伊樣上拍落歌誒，塞住咱誒車後拍落歌咧，時你都對啊，佢電見啊，廿定人廿即個戶定對行咧繞啦，你唔會咯？對，我會記。嗰啲先係事物有。我是按照無啊，當見我講嘅，咱講家己做過哎喲，若是講教過，我若是教過對嚇，哈，咱就是咱袂 vote 過啊，去白邊咧看網頁 vote 看就有興趣，會做咧 BGHK makan多誒，係咪啊 ？Hello John， 若是 vote 了無去 OK 哦，有時未拄着點寫對呢？如果興趣就會使 vote 啦，我唔是講你啦嚇，我不看有人 interest 哦，多發無人驚 no 啦，特別那是 necessarily 講人冇興趣就唔去 click 噶啦。所以我看到自己有興趣，แล้วก็再講I enjoy 吧。你愛做幾多咯？我 vote 嘅時候，我想自己想自己啊，我買謝人來啊，我那是我驚我無夠食啊。你驚你不要緊啦，咱就是 order， 咱是去。好啦。所以若是講未 invite， 你就 invite 你一人爾啦是哦。你當今英國中當今是你互我牽住哦。
下啦，我琴隻鬼來啦嘛。咪做個詞學路咯，人十人 share 一支杜卡，學路一人一支咯。你唔要緊，一人一支嘅杜卡，哇！我冇跟你見隻杜卡。你可以食我哋杜多啦，可以杜多這樣子的。哎呀，杜多是冇食啊，係貴粒。嘅嘛，你粒。等下咁我都最近做。做咩？杜多香。係我冇係惡機啦，我吉利惡機唔是啊，所以我係係你吉利包落去。哦。誒，吉利包包車嘛，一共。唔是係做情節，我真係朋友而家好啊，然後我而家伊嘅。巴黎巴做 stew แล้วก็ชวนอีกระจับกุดปัดก็เลยให้สีปัดว่าสิเดี๋ยวจุดเทิงนี้ล่ะแล้วว่าขวดเดียวสิจริงๆบ่ปะหังมีกันแฮมา所以咪จี落去咯做腳皮醬菜杯去啊嚇所以咪是講冇食冇要緊嘛 because จุดเทิงเนี่ย嘛對哦誒，頂住我媽咪是頂住來是要煮到道湯，我唔知after that 我落in掉啊，梗好食呢，梗一面寫一前期有啲寫變了。這邊嘅杜多那是我買啲永業嘅呢，伊度寫變的，比我本身記憶個幾個 still 寫過啦，唔驚個人寫啦冇前期。這邊冇前期冇咁味這邊。我啲數路嗰啲OK是伊食是伊唔好去食你嘛。冇，伊配本伊白本愛，真係隻愛呢。OK 冇是白，你就伊配愛呢。OK 是 free range 嘅，較濟是 free range 啊。OK 本人叫做醬雞，醬古早是人叫醬雞。我食得醬呢嘛，因為俾條絲呢隻。食波嘅OK，人叫做醬雞啦，古早我細漢嘅時那時候看到我咧愛，我就走咗咯。伊個肉真正甜啊，是啊，我捌食過，我真愛食，我真愛食OK 無用買啊 ，OK 特別大嘅，去 market 特別大嘅。這邊佢講無通買，就愛 order。Yeah, because it's free range 嘛。這邊無通買。人有時可能買 OK 人去。四隻白色嘅雞，我當晚個買呢速凍嘅。冇啦，四隻白色雞冇香，這個是伊嘅毛白，上個醬。我這邊鵝雞冇。細隻呢，然後伊嘅雞是黑色嘅，伊嘅白是黑色嘅。這邊冇。真水喎！伊個雞真係粗比較水嘅。醬胖胖嘅咯，伊。胖胖咧白色嘅嚇。冇白配哦。但我四字我企出來時，你做咩算咧？我請個飛看啊，有照顧。係啊，我看未到。看到我人做第一個物件。你請係咪看咧？你請係咪看咧地殼？你請大 TYD，實是你請 boxer，實是係咪 ？Hello。Boxer brief。No，我唔係請 boxer。是 boxer brief，係啲有啲咩啊？等下 square。你 boxer 啦。Square cut 嘅，黑底嘅。我喺度看。我唔係請 boxer。等下我係地殼是最尾邊嘅，我係地殼是。H&M 嘅地殼我就接，唔知佢入 call 我掉住佢，一扮嘢。特別我是介意家丁嘅，你頭整有泡出，你冇泡出頭整。都係把醬有啲大。就是咯，我唔會隻作嘅，你隻作咁。你隻嗱，你頭整咗，你真係你地殼一部。頭整一部 separate 嚟泡出來，所以你煎一啲幾禮拜整啊煎個邊邊含煎餅去啊。我假如講啊 ，I just 我馬路 discover this week 啊，人打波嘅老人穿嘅 diapers 哦唔是嚇 ，diapers 伊唔是上個囡仔穿嘅啊，老人穿嘅 diapers 是上個地殼呢就。落好多浪呢件啊你嚇。我baru discover this week 呀 ，because 我人這邊有一個老人啊，伊
incontinence 啊，了伊袂即个，我真可怜，伊若是穿伊古早伊惊儿买互伊，就像啊囡仔穿的 diapers， 伊若是出去外面咧放尿啊，特别偷裤偷咧偷家咧，所以 somebody 甲我讲，你会买像啊查甫穿的布鞋嘛？ So I just discovered。哦。我上家人嗰啲囡仔穿嘅布啦 pants 呢咯，穿I didn't know that such a thing. I just discovered this week. 你講乜可林冰？嗱，咁不知咧，另外一個 topic 我寫嘅嚟，就講林冰。你講超嘅林冰。有一個定節有人 suggest 本特啲 website 我嘅記寫林冰加咩啊？林冰加超超。嗰年 after 阿 John go off air 了嘛，有人等者我要佚佗一條嘅歌互人聽 ，OK？ 你啊，袂使，你特別等 after that 啦。你 after 你 recording 冚了啦 ，off air 了啦。OK， แล้ว等陣會講到啲八項部唔知佢邊咪嘅嗰八項物件俾佢執過係咪？做定人比賽。我捌贏過咧。哇，搞得！係講下真係。係咪嚟？定人比賽。做定人比賽。係咪嚟？做lantern比賽。誒，你叮當，等陣我咪你記得即係話咪你講嘅時候，我咪講到把胡丁嘅，胡丁啊，叮當啊 ，traditional 啊，即係較即係有啲時候做劍胡啊，嚇你依胡。劍胡㗎，幾格張胡。幾格，不過有係你零個零。零也頭零過係叮當。對，你好。你落去哦，你特別係一個設計嘅設計內面，我行咱若風吹啊。一開個燈就笑氣。伊個卡線你看伊司機嘅咧鐵啊，你係一間後一間嘢，你咁就見到啊，咧伊鐵啊，波誒夾嘅字氣咧，一間度咧小咪邊啊，就笑佢定啦，我即刻搞。我好爽啦！波嘅劇咩？我做開啦！哎呦，趣味哦，笑！我是決定啦，你個係你最傳統嘅一種你係啊，當然唔是用空嘅，你係你翹起來係 accordion 嘅呢，翹起來。有誒，你是啥日本調嘅？哇！你會使買，你會使買，伊來邊邊嘛，對，然後是伊會得一個杯些，你放你嘅切架，然後你係落去，你翹起來啊，你係咪叫落去點咪？係是 paper 嘅咯。伊切架是 birthday cake 嘅，切架你細細支嘅。我捌到啲位只係厝一年我對起是過八個十個時，我咪是到啲厝我往家己煮物件食哦，然後到啲坐到啲外口有一條我長嘅條隻咧定人咧是到啲啲隻茶米粉的咧深圳吧杜卡茶米粉嘅過嚟茶，然後嘛個煮過來嘅，然後個隻月餅隻土豆。我那邊小pomelo，我細漢嘅時啊，我愛一個定人，特別係定人真正貴㗎。我頭都咁貴啊！我去見嘢咧土豆，我去見隻土豆啷個？冇啦。啲土豆啦嘛，我大粒。會食啊？嚇？阿講你是食嘅土豆會食啊？我 magnet。哦。阿講我看我哋土豆我青係食嘅。好了。其實有改變。而家講你定人安怎？我細漢嘅時，我真係見一個定人，了啊，特別定人真正貴啊，所以我爸甲我講。你愛哦，你幾多年唔使有定人咯，然後買一個給你。哦。嚇 ，because 佢哋定人啊，是上家佢哋國家嘅
中國人嘅燈籠有迄個hexagonal 嘅八角嘅，知哦？哦，我知喺邊一個人咧翹，哈，真水，特別你知啊！我細漢嘅時，迄個燈籠40塊貴啊，真貴，迄個店寫真正貴，然後特別。我見嘛，所以我爸講會使啊，我買互你，你幾多年未使有燈籠？我講 OK，because 什麼特你有趁4年唔是啊？你買蝦米嘅 shape 嘅，蝦米嘅本嘅，所以我講買下你，你叫我燒下你燈籠燒10幾年哦。哇！你不要緊，嗱有一道時somebody拄着我破了，我個包都堆，我個畫都堆。哇！真講啊！安尼貴40塊咧。假講我細漢嘅時，我有一個燈籠爾，我係咪姐買互我一路去市場街，買轉來一個燈籠互我，是一個紅嘅雞，我點伊一個行出去3秒了，伊倒開了，笑。馬路3秒了，我都無燈籠了。起來曝光了。曝光。誒，即係講，你係你燈籠是薄嘅哦？唔是，伊唔是薄嘅喎，伊是係你rice paper 本，伊是係你clear 係你 cellophane paper 嚟。玻璃紙嚇，แล้ว伊人畫，你就伊人夾邊嚟飛畫伊 design 係咪㗎？แล้ว嘛叫我用邊用。你看，我等可能看伊個當機。哇！咪錄 Mickey Mouse 哦，個 Mickey Mouse。แล้ว我會記講 before then 啊，我係講俾我一隻零嘅燈籠真係大隻，แล้ว俾我白夾 because 我上細漢白夾，但點了綁掉下俾面。Actually 啊，玻璃紙真正用到開嘅啊！你若是來這邊英國啊，這邊英國伊人嘅環路安全嘅意思啊，伊人是無好見啊，似到甲玻璃紙甲倒開嘅，倒正架嘅款嘅物件嘅，伊人無好你參嘅啊。哦，因為英州呢，伊燈籠嘅伊個迄個茶啊，字嘛，上底，壓底。無啦，個立邊啊，伊個開伊個隻架，伊個立隻個開啊，安尼挖伊個玻璃紙呢。然後成個試過講啦，伊個風若是吹一下呢，伊個開就動到伊個玻璃紙了，伊隻都動到呢，伊就倒開了。我甲你講，當劍伊唔使有隻架了，伊會使用下你 battery LED 啊 ，LED 嚇，係你較安全啦。simulated 嘅，下面是到尾嘅時，我做工了嘅時，有一個比賽，做燈籠嘅比賽啊。做工嘅時唔是細漢時啊，大漢啊。唔是我做工嘅時了。即係我就係我佢咪咧，錄 offline 一家你講，即係別使講啊！就我講陪陪又錄聽下先。係啊，我去，你兩個慘嘅，係咪 offline 嘅物件㗎了？唔係啦，如果白人係唔使啦。因為我去咁我名啦，我名。唔係 ，because 啊，錄係嘛。然後我去係在大陸位哦，係你人做事，係你做係你工地嘅厝嘅人就。大厝做大厝嘅嚇。大啲喺邊啊，我叫伊做，我 draw 伊 frame，draw 伊 frame 出嚟好啊啦，แล้ว我做伊 size 嘅了，我會按呢款嘅 frame 你做好啊，按呢大咧，你看到我伊問我你要做下面，咁你咩問我做下面，你做好啊，我好努力就對啦，所以用迄個bamboo 啊叫咩機安尼做啦，我講你大人做好啊，家用嘅嚇，你咪好啊做一下啊，伊人會曉有隻搞嘅嘛，白隻物件嘅了。所以做好啊，伊個 skeleton。南陳也有啊，南陳啊。對，南陳有一間嘛對。南陳只最勁。唔是南陳啊，二條路。有咯 ，OK。誒，唔是二條路。頭條路。三里啦，路嚇，頭條路。頭條路嚇。頭條路。有一間嘛對，做一個。伊別話南陳啊本啊，แล้ว佢做曳 size 嘅咧可以做咧做一個真啊大嘅好啊，所以有伊 skeleton 咧我入呢期啊，แล้ว我叫人我會按照我 draw 嘅咧出嚟了教第樣做了係咪是俾係你
battery 嘅，係你而家嗰啲去係你 hardware shop 俾咯，แล้วก็กี่ wire up 做กันแล้วแห่落去，แล้ว係你點先係話能俾 rice paper 啦，rice paper 嚟做起來，你知啊，做了俾佢去比賽時啊，冇制就更就係叫人車載。叫人車載下啲一個，我會記，伊個人車拖伊，然後我人下啲一個上加一個 frame 啊呢，你知上加人嘅吊衫嘅，係個舊衫，係你知哦？拍衫啦，唔是拍衫，係個人舊衫嘅啊，一個上加伊。我哋 end 時到啲頂邊有一個 bar across 安尼款啦，แล้ว有鏈嘅啦，แล้ว叫人車拖伊去，แล้วbecause 有鏈嘛，條所以會使拖啦，แล้ว吊起來 hook 起來，แล้ว拖伊去，個會贏咧，免我問你叫迄個林陳亞人做你時候，你做迄個是一直做伊嘅人啦。做伊個 skeleton 呀，我唔伊個內邊伊做啊啦，伊個 design 㗎了，我啷個去做用 styrofoam， 用 rice paper， 用即個 cellophane paper 㗎了，macam multimedia 啦。哦。我做這個是 competition 時候加工。對。哇，有冇咯？我會記啊。我這係點先特年啊！我切就俾下話人樣，即個定啊！特年，陣間英國上講啊，行幾步就條燒，特年啊，行幾步就條燒。是啦，都唔會是條燒特年會合格嘅嘛，燒嚟就合格了嘛，係我係講係你領嘅戶頂前一大，唔知是以前一大，還是我細漢了看了大，唔知啦，冇再條行，冇再條根嘛。然後特別特大年用了個包起來，個燒去煮會頂，然後明年because 我冇破別人嘅破了，我冇試嘢你知哦。แล้วตัวบ่อยสิก็อูอ่ะ唔知只個個有個แล้วตัวบ่อยสิว่าเกียนหาเลย一個嘛講หาเลย40塊40塊我貴啲40塊แล้วสิว่าก็โอเค咯我咁慣咯 because 個有หาเลย領嘅但係我都冇談先嘅嘛 because หาเลย領個有個嘛หาเลยสิว่า講好啊所以我燒個只股本แล้ว我爸俾好啊หาเลย一個我本燒個只一年燒個10幾年燒個我做工แล้ว個燒有個啊你破下，到尾是破了，佢去俾係你硬色嘅，係你glass paper， 係你 cellophane paper， 個計兩到堆，แล้ว個計畫到堆，畫上先。當時做乜嘅做佢定冷佢啊？做按照看嘅定冷。我係把做過好啊，迄款細隻，迄個 glass paper 嘅啦。แล้ว有4個面嘅我會記。用背嗌嚇，แล้วอีเดอร์背嗌我做 wire 嘅呢款我做過依家咪攞電看二扣啦士兵嘅接掉起來嚇我冇做過我本來寫係400字哦我就寫我就畫咗中秋佳節這家是厝的家哦。John，哎呦，我人知道 before the next year， 你做這個8月半episode 哈，你家姐講啦，你叫一人做一個定人啦，咱入來看。咱 post 起來做 competition， 免 competition 啦，免 competition， 唔使 competition 啦。明年8月10個，可能我哋邊嚟嘛？我明年都俾對來啊！嚇，明年就是為16年時，我是講你多嘅時候，咱咪我8月10個咯。所以人去就愛入一個定人，家己做一次。做定。
你捡咩地使咩地使？你沙士嘅罐咧，plastic 沙士嘅罐啊，刮咧，跟住要嚟到時定能啊嘛。我叫你就係 LED 咧，未着燒。我哋攞下你有係 battery 嘅亂嘅俾使用 music 嘅。哦，係 music。梗係攞。我multimedia 嗰度開嗰度 music 嗰度 sound 啊 ，light and sound 啊。放光咧叫有時候，即係人嘅你，人從人知，有一年是伊個定人嚇。是半項嘅啊，成個 beach ball 咧，可能半項，半項咧，伊底有一坑嘅咧，只 obscene 嘅，伊成只薄嘅坑，你到底伊只粒只好成只 vibrator 呢，嘅啦，伊只點一粒電珠啊，嗬，伊成個一條成青枝嚇呐，青枝，咧 battery 嘛，只 battery 轉呢嘢，你成個吐只佢薄嘅坑嘅嘢。有我係有嘢波嚟練啊！波唔是波啦，伊做成個幾隻，成個伊是一個bear 是講啱咯，是 dragon 啊，特別是半項 plastic， 你半項伊 inflate 啊嗬，你個吐伊隻架伊你電珠嘅隻架迄電嘅火啊，你個吐到啲底去啊，底有一 switch 嚟閃就一對導火咯，所以。特別我係使冇呢趣味 ，because 你冇一種嗰啲 on it 嘅 feel 啊。我唔聽到啫。特別你嗰個隻線咧，我睇嗰啲時代咧，就是一支battery 有啲 built in 到啲 handle 嘅位，是唔是？是，我有一隻成日冇咧。啊，然後你開喺度線啊，叮，喂，你叫我咩歌啦？啊。覺得小過咯，係啊，對，我見你聽到佢冇鬼唱啊！一聲就接，你 battery beliau si ko kasi。問一各種走去做定人對嚟啊？冇internet 對。哦，坐你嘛去，跟你過去你厝啦。好啦，人冇你搞暫名呢？落去啊！厝又回咗就3點鐘開車啊！有你較好嘛？你看當見第一名嘅就是青枝啊！你把你個點？嚇！我有啲我自己嘅厝。哦，你買夠了呀？啊，已夠了。哦。青枝你 Unify 好啊 ？Unify OK 哦。哇 ，Unify 冇 problem。No problem。應該快呢，我看你但係 download 邊嚟學見，你特別你嚟參嘅時你個聽，你冇嚟參嘅時個聽。哦。你聽你到啲 YouTube 會聽，還是到啲 iTunes 會聽 ？iTunes podcast。你到啲 computer 嘅 podcast 會，還是到啲你 iPad？我用我 iPad， 我 because 我 iPad link to 我嘅 speakers 嘛。所以你大班聽啦。啊，你看我 speaker， 我 Bluetooth 嘅 speaker。哦，你放大聲咯，咪是哈，唱到真亂咯。對咯，我若是做工嘅點聲，我聽啦。我講聽，我若是旁邊咧學見啊，小房啊嚇，伊劈死啊就，人哋我唱只大聲，下個鬼走㗎了誒。你講緊下個鬼走㗎了啊，揸鬼節啊，困車啊，我看到我係查，㗎了有車上架。可能嚇冇聽嘅喎，我就冇去 anywhere， 我多處呢就會去。因為上次沒有，上次我次就是要 MC。還沒 MC 啊，還沒幹嘛？咩 MC？是還沒 MC。哦，可以啊。你老公真係唔笑，有一手行功夫，而去笑你。
一共你我聽嗰是 circulation 嚟。哦。唔知攞餅白下掉呢？攞白。冇啦，伊我車是伊搞起龍伊開啦。安尼食辣呢？我帶你搞你搞住阿我來，特別你借落先俾跳起來，你白開。冇你要到啲 inner thigh 嘛，對。伊加了，伊借落是伊煮落開，所以你問下係在 inner thigh outer thigh，係咪 thigh 唔會啦？大家話你老咩 vocabulary 係你 weak 一個啊？老啊嘛。你食 aspirin 先，你可能你食 aspirin 冇？冇食 aspirin 啊？我冇食。叫好，應該點看嚇？誒，兩個想到係咪物件啊？俾佢10個誒memory啊？我係記係你靈格，我就係當叫看過佢嘅。靈格。成個古嘅。係咪是靈格？伊是上家係你 buffalo 嘅，black 色嘅。我冇暑假食 because 我半大病伊。不知晚上有賣吧？你唔知佢有賣。Actually 係你真係 faceless 嘅無物件嘅，伊上個煮嘅混嘅，但變咗係咪爽細漢嘅時小嘅伊，但是講啊，一年無買啊，變餓了咯。我冇暑假，你講啥白了啥？你講啊，正講你歹白。我冇啊，換下你腰疼食，不知係係咪事？係你鵝啊！你就你細細粒嘅鵝，你 baby 嘅鵝。係你本上佢食了啊，殺了，也佢係你腰疼食，啊冇到係你牙疼係你gula melaka 係豬個牙呢反彈。即係一些粒嘅鵝咧，我諗吹了再來食誒，吹了溫疼啊！有時溫下你古蘭咪辣嘅，本上哎呀講了啊，我想要去做件啊，鬼件節個人。嗱各種你看啦，嗱這裡啦嚇，這裡啊！啊，我看到了啊，個呢個半時，這隻小嘅古早細漢嘅時啊，我 break it into two 啊嘛，แล้วอ้อย入邊嘅物件出來食啊。แล้วเกี่ยวใจเลยต่อเดี๋ยวเลยดาลี่เอ้ย哇屌做真嘅講點解呢？對我冇哇唔捌食過啊！伊那邊是有係咪？伊是啥煮啊呢？啦上個一個我就講你關住下，你按照去熬伊漢食會按照熬出來。用咋哩？用你頭姜嘅杯嚟熬用。用一個 big oil 咯。係比利啊，你出去簽嚟響我要。阿 John，咪咕，你當乜對嘅事？你講係咪劇啊？係咪劇？咩劇？啊，你講係你係你俾你俾想到。伊個劇嘅名是林巴達是冇？林巴達叫林巴達。哦，這個段英講我聽，一直聽到。我段英真係起來就咁講。伊見笑。你見笑啦，你看我人講咪姑姑咪食嘅咯。你叫伊啦，你叫伊來參啦。你叫伊啦，你大聽我人嘛，唔使見笑。我叫伊教我善了啦，伊咪。我跟你講，英國點你講那是講見笑，把你當我人俾隻 view 可以使看一邊。你會鳥呢？你講啊，你講係咪睇那一啲聽到你知冇？你講啊。有事咯。但係你起嚟講，你未拍攝，你叫拍攝嚟講，你而家就你俾個白落咗你頭。我能再次你是斷定嚟嘛？把刀你俾個白起來啦，我暫時就本變斷定嘅。你抓落去是咯。誒，阿婆，你講斷定會可以依畫面，而家成講成那時有畫面咧，咪是起來咯。畫面叫做抓落。冇，我可以畫面，
赤糖。赤糖 bookworm 了。赤糖。我未รู้啊，你講赤糖啊？佢轉咗隻赤啦。呢個寫赤嘛少？你使講啦，你估？伊寫大。呀，我冇。伊寫大攤啊。呀，你安怎捌伊嘅？是咯，你安怎捌伊？伊來這邊呢，我拄着伊。哦，大哥。無人。人去我有一個朋友啦，伊是professor 來喺 Keble College 了，伊介紹人啦，伊請人攞人去做特別嘅邊啲伊嘅 college 去食阿妹食啦，所以我拄着伊就變了人啲講話了變咗好朋友。你是介紹伊聽邊啲學嘅啊？哈，我講你知無？你若是小林福建話，你會參加這個邊個福建，你會聽到福建話了。伊大啲South Africa，伊大啲 Cape Town 呢。I see。了，伊本是邊個人啊？伊是邊個人嚟？哎呦，赤糖。你嗰時去講劇本係啦你。伊地頭先嘅赤是邊個嘅嘛？赤糖，你當聽到我講嘛，所以我同你講，你起來啦，你起來陣，你買到啲 YouTube 嘅嗬，你成個獨立頭，但係唔敢講啊嘛，所以你使佢去 Skype 嘅，你拍 Skype 好啊，你 connect Skype 好啊咯，你幾 contact 我到啲 Skype 嘅。佢講就你攞你看 email 再講，無用借幾點鐘 in front of computer。不要緊，你甲赤糖講不要緊。我若是我睇下當今我所未大間嘅久了，逐擺啊，逐擺等甲4點幾暗暝困啊，馬就上去困未醒。我見咧，我說我未大上久。哎。都要大較久，你家講不要緊嘅，你過幾擺啊，把打到爽啊，打到來啊。你家講來一個 show 呢啦，一個 show 講啦，係咪係你領導 ？I'm lolling， 就這樣對啦。赤糖你來啦，你來甲我拍 call。我真正識嘅，嗬，就人頭一擺起來，我本是成個隻白隻姑娘，肯定老病。對。OK，對。我咁你講另外一項就是特麼人講你比較嘛，我唔是比較，靈格。靈格講啊嗬，特麼人看到你一個一粒豬，你先生啦，先正嘅嚟食豬嚟，你是豬什麼豬啊？特麼人看到？唔是，我冇看到。你鵝是不是隻鵝？這邊有啦，這邊鵝頸有真濟。樣這是拜下你鬼鳥嘛？有。拜鬼鳥嘛，特別叫鵝頸嚟拜。我真愛食鵝頸咯。我這個食青椒豬係你古拉麥拉哥啊，แล้ว啊ลูกที่ลำลูกขี้啊喲。有時啊我嘛燒啊，真正點聲地瓜油。你可以變了啊，切 into 細嚿啊，煮個散蛋落去係鵝頸，哎喲，好食個唔錯。娘 style 咯。你想飯鴨呢，梗係好食一個咯。是咯。我冇係咪食個食飯鴨呢啦？飯鴨是伊人，我冇食個食飯鴨是因為伊人頭擺係鵝那邊呢。你冇食個食鵝，我食個食鵝。對，鵝啦，好食。英國將嘅秘書冇食個食鵝龜咩？我冇食個食鵝龜，我鵝啊，我食一種嘅鵝呢，我是食烏角，我是個烏角呢，我食呢個鵝。冇咪食個食啊？唔知啦，少啦，唔知。我食個食你咪食個食係你鹽 basket 咯呀？小姐，那是小姐鵝，冇食個食呀。我食唔到個食啦。英國將我愛食鹽 basket，因為二哥愛食鹽 basket。你怪二哥嘅。有咩？冇啦，講笑。有嘛？但係我看到你自個嘛，頭一擺對人講人道，特別 actually 人道乜咯？
哎呀，三三个缘投的啦，我三三是算啦缘投的啦。啊，無啦，講啦。緣投歹勢啊，你？及時嘅半時，我把嘅。我想我要講一個物件，我要甲你講一個物件，你講把嘅，要甲你講一個物件。有一個人來甲我講，伊講英國中真吸引。哦。伊講。吹，你係啱啊？唔是啦，唔是我係啱。有一個人同我講，英國中真吸引，伊只 attractive， 因為我每嗰啲大陸attract 到你，伊講伊係巴嘅。哎呀！巴嘅啦，講起嘛，英國啲大陸同我講咧，我甲你講起，伊講伊係巴嘅，佢唔是小巴嘅。佢看了真。所以我每啦是學電術，要應該下上 something like that，我愛笑。可以買掉，你話打你看到你解就係。哎呀，我講你聽，我去小學時啊，我梗係見小嗰位巴嘅，我笑意思我特擺係我笑啲啦。哦。睇下我無插了啦，睇下我。你教我硬上，古早伊本講安尼，我未伊話講。巴嘅嘛巴嘅咯，係咪事啊？都唔是講。誒，你係啱嘛？你唔巴嘅。誒，我係啱巴嘅，你唔知嗬？啊，你唔知嗬？我係啱巴嘅。我係啱巴嘅。嚇，英國中，但係講伊係巴嘅，無講真正巴嘅。你未講，你安尼唔是叫做巴嘅。安尼係話嘅。我係巴嘅就大家覺得。真係慘咯！你看我食蘋果嘅時啊，你看伊蘋果我加掉會嘅蘋果，你會看到我係 overbite 真係大。誒，個大人 overbite 咪大。Excuse me，路人唔知我呢巴嘅意思。我啲俾嘅點你啊？伊巴嘅真正巴嘅啊！伊人大人講就咁叫伊啊，個個呢？牙靠。呢度俾佢個隻 episode 啦，講住巴嘅。我成講情節咪講，以前只巴嘅，但係花車 break 到浪咗兩頭繩。有呀，叫你查某個個啦，safety 啊。sampai isai berdua kancing one day ah ia chia ở bên lòng ia sạc ia chia move in front ah khi lòng bà lang ah ia tháo còn kia windscreen ba cái chi cả liền cái แล้วมาบ่บาแก้วเนาะโอ้ก็สไลด์เชิงแก้ชุกี้เชิงเดินเจอ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บ่บาแก้วที่แล้วมาลูกควายว่าเสียวเองอ่ะอีบาแก้วเสียยังanh nhận ra chẳng đây phim mắt rồi eo成個碰珠OK 我寫起來我講自己嘅故事啊，或者咱講自己 OK 但係你會見舊你 offline 嘅時候佢講爸爸嘅物件咁樣喲你係正呀你使真 offline offline 個數啊，反正你個邊 entertainment 我就寫起來講爸爸政治個 entertainment 個。我試圖一條嘅歌係我聽。等陣對落頭歡迎。嘿，我不你聊啊，這 show 啊，我不看咩咩，你是個只按照看嘅鬼片啊？我到啥？我豆沙，即係阿女，我豆沙阿女噶，我通常 traditional 啦，你個我豆沙有阿女啊，有啊，阿女剪啊，我豆沙有咩？哎呀，我睇到我講緊哎呦，阿公，你貴你兩剪都有啊？冇，你講我再講。當基本就叫話outdated 啦，但係我就講 for as long as 我知啊，我豆沙冇剪嘅，我豆沙唔係有嘅有啊，當然有，但豆沙我豆沙連樣嘅咧有剪。哦，我講下，頭先我係 sales pitch 啊，我未過邊陣時我講嘛，我冇嚟過。我豆沙係阿女剪咧，就是上加俾過10個是 T.O.O。會一粒會鬼鳥那款嘛？
哦，OK，今年我做學豆沙係為錢，我做咗4年。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真歡喜，大家來收聽。這我早期咧特別嘅邊咧，特別就是日本鏡咯，然後個有OJB 咯，感謝啊，然後個阿韓咯，然後拜拜，范光咯，然後個拜拜，國中啦，感謝啊，拜拜，加工啦，拜拜。然後個有青枝老調，青枝老調啊，老家叫咩4點幾啊？然後拜拜。咁啊，鵝藤哥未係嗱，鵝藤我，拜拜。大粒頭個，咁啊，住個走去啊，講一下。然後希望把刀浪嘅聽請到一個赤藤起來啦 ，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嚟再見嘅，拜拜。拜拜。拜拜拜。你聽到啦，免驚啦。冚起來，阿 John 冚起來 ，off air。安怎喂，這 volume 你細聲。好啊，check。都無細聲，人都會聽到。不如個 live 條個青枝來幫咪掛。幫個。我幫一條掛攏聽，我等下。等陣。等陣 live 個。output。我錄 live 條個。誒，聽了會掉粒唄。等聽頭先。阿 John 個 still live 個。免係我人大樹啊！你聽到了我買嚟嗌誒，係咪嚟對我？有見你買炒粿條嚟隨我。喂 ，always on 搞我 after the last show 誒。哦，你做啊？你個等我俾你啦。所以我俾你款。喂呀，我諗你唔是先咯 ，because on top of 喂 YouTube 嘅 broadcast 啊，我嗰時 audio feed 啲 run 掉嘅咋。所以你是 record until 我 last show 我撳佢你呢時就冇啊。你拿掉。我未大夠個 last show 啊，我第2 show 我就被走了。貴啊，當然講貴個事情。你要去哪路？你免走啦，你要去泰國，你要去 Sheffield， 你要去 Sheffield， 我被拄個我買舊嘅學生去食頓人食。你第時對嚟？係咪啲？對去哪路？對 Oxford 啦。第時對去 Oxford 阿媽在咯。IQ Ken Ho。我一刀我無點聽，特別我是要 contact 你，我要問你啊，5禮拜後。OK， 我再諗一下 YouTube 會咁樣，然後咁樣你估一個數誒，即係依家我等你 create 掉。OK， 拜拜。拜拜，我加工。